后来有关这个乌鹰直升机迫降的消息，有上新的状况，咱会随时报告乡亲知。咱先来看这个气炸锅，即摆是真夯哦，真侪爱食正路的民众拢会买一台。 毋但料理方便，嘛相对较袂甘油。也毋过医生来警告，用这个气炸锅来做料理，也是爱特别小心。若是两百这个食物，或者是淀粉，或者是加工过的食品，像这个鸡块啦、这个飞机丸等等，若个用气炸锅来料理，是真有可能会致癌哦。医师是来建议，这个温度上好控制伫个180度以下，安尼这个食物才袂来释放出致癌的物质。 食鸡排这个满足的表情，互人看甲强要流嘴烂。想要伫厝内轻松食到现钱的料理，佮想要食甲健康少油，未少民众会伫厝内放一台气炸锅，掩盖细字，你若煮唔到物件，有可能会致癌。 蛋白质在高温的烹调下，容易产生就是一些多环芳香烃这些致癌的物质，含淀粉类的食物，比方说像是马铃薯啊，或者是那种薯条类的。 那因为它在高温下也会容易产生丙烯酰胺。唔来片面蛋白质甲淀粉加工过的物件，像鸡肉甲煎飞机丸，若上气炸锅来料理，搁食咧腹肚底，安尼油脂嘛会食伤济。另外像青菜，嘛因为气炸锅的高温破坏维生素 B 甲 C， 失去营养。要气炸锅用的温度嘛要特别细致。 不要超过就是180度，是比较不会有就是那些致癌物质的产生。除了要经食物控制温度，营养师嘛提醒讲，虽然气炸锅相对油有较少，也过高温料理的食物，同款上好莫食伤济，一个月2摆就好，才袂讲因为食美食颠倒，愈食是愈伤身体。